爆情慾短信偷伴裸女，樂仔插屎橋谷氣啊！比賽先嚟4-1，唔通連個框都唔中意睇？哎呀，框個框咩事啊？睇怕係心情唔好啫。以為落完雨就會雨過天晴啊？邊知道黑雲就係咁跟住佢，先係被包容，我個心仲有個人做借口分手，跟住又傳撻着新戲半裸國產女，仲話因為俾 Carrie 發現佢同人哋將情慾 message 先搞到分手嘅咋。佢尋日就終於忍唔住要爆啦！宣傳有好多方式，但點解偏要用呢種方法？傷害個藝人真係會令部戲大賣咩？明傳電影公司放料啦，連套戲嘅監製同舊愛都撐佢，只不過樂仔都唔係第一次有人傳同女仔 send 情慾 message 噶啦唄，冇理由見過鬼都仲唔小心啲咁。阿雪話又唔係咁講啊，戴文豪作為兄弟有咩見解呀？你多數呢啲咧，其實都係俾人出賣，都唔係自己跌出嚟嘅，我係覺得係啊，即係冇得小心嘅。哦，咁即係話大眼識人就最重要咯，咁記得翻去教張你個兄弟啦吧。